审计部讲，高雄这超过8年的旧公车有超过3成电动车，也不到4成，换新的速度上过慢。那交通局是讲，这高雄的电动车占3.5%，是6都内面上悬的。按算今年底会阁换一批，到时就超过4成。 公车进站乘客准备上车，为了降低碳排量，交通部积极推动公车电动化。按算2030年，要甲所有市区公车拢换做电动车。高雄市有7间客运业者，目前投入营运的公车拢总859台。这几年陆续汰换做电动车，目前有295台。有民众认为，电动车前坐起来较袂起起伏伏，嘛较无柴油味。即摆若坐到食柴油的公车，伊真正袂惯势。柴油的味道很重。对对对。 那可能是较古型的车。对对，我曾经就是在那个前镇高中那边坐到这种车子，做无舒适的。对对对。 因为公车电动化速度无够紧，比例只有3.5%。最近高雄市交通局就去互审计部点名讲，超过8年的柴油公车有260台，超过12年的有31台，各单拢也咧载客，安尼真唔通。有客运业者讲，高雄有规定，超过12年的公车都爱汰换掉，因为换车的时机拄好，2年前开始就将92台车陆续换做电动车。其他业者因的经营角度来讲，因的车还未到年假时间来换的话，者其实对公司来讲嘛是一个损失啊。以目前为止，我个人是无听到业者无爱换电动车的这个情形来发生。那今年底预计将汰换129辆公车，那届时所有预龄的车辆将全数汰换。 那全市电动车的比例也将突破40%，稳坐6都之冠。高雄的公车照规定是12年都爱换车，快出厂时间，服务年限上济会当延到14年。业者讲，公车电动化是趋势，大家拢有照计划在行。不过，若是年过未到，就爱因换车，实在伤过伤重。记者郭家祖、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